今日咧就去葵涌公園嚇。葵涌公園係啱啱好翻新咗嘅。2025年12月17號翻新重開。30年前咧，佢其實係葵涌醉酒灣堆填區嚟嘅。咁就由於有沼氣啦，一直都封咗嘅嗰個公園。最近呢幾日先重開嘅啫。咁呢個公園咧，如果你揸車嚟咧，就喺葵涌公園葵喜街入。公園裡面有咪標，應該有停車場，係停車場嚟嘅。佢平時咧首2個鐘，每半小時係5蚊嘅。咁第3個鐘開始咧，每半小時係7個半。如果6日同埋紅色假期咧，首2小時每半個鐘係10蚊。第3個鐘開始咧，就每半個鐘係15蚊嘅。大概10幾個車位咁樣啦。咁如果冇車位咧，其實附近都有啲爛地停車場嘅，大概15、16蚊咁樣咯。咁我就揀到今日星期一嚟嘅。琴日我嚟過，我見裡面排隊啊，因為琴日係星期日，咁我就走咗人啦。今日再行過嚟。咁由於翻新咗咯，啲配套都比較新啲咯，環境係新淨咯。裡面有滑梯啦，都幾多人喺度玩㗎。有表演場地啦，小能徑單車場啦，觀景平台啦，寵物公園嗰啲嘅。行嗰陣時咧，聽到隔離左右都有啲人講話幾舒服呢個公園。可以上觀景台睇海咯，對面係青衣嗰邊嘅。如果冇記錯嘅話，冇睇錯嘅話，都幾多人行下嘅，因為就呢幾日先新開嘅。呢度咧嗰個小能徑單車場咧，其實出面仲有個大閘係鎖住嘅，未俾人入去嘅。因為佢重開啦，呢段時間睇怕都幾多人去行下嘅。因為以前咧佢係堆填區，由於有沼氣啊，都係一直封咗嘅。咁如果坐車咧，其實佢可以都有幾個入口嘅，好似可以喺葵盛嗰邊入嘅。呢個觀景平台啦，可以睇海啦。望落呢度就係停車場啦，10零個咁樣咯，10幾個咁樣。洗手間比較設施新式啲咯，又闊落。跟住觀景平台底下呢度咧，有嗰啲
搖搖椅咯，睇海。呢個就係滑梯啦，幾多人中意喺呢度玩㗎？幾刺激下嘅。